晚年過得舒心嘅老人家，從來唔會幫仔女做呢4件事。好多人一世都諗，唔通點解自己話心話肺，為家庭為仔女忙碌一世，老咗反而得唔到善待，日子過得委屈又壓抑。其實道理好簡單，晚年嘅幸福從來唔係靠自我計生換翻嚟嘅，過度嘅付出從來都換唔到對等嘅珍惜，只會換嚟理所當然咁消耗你。喺香港呢個節奏極快、壓力極大嘅城市，我見過太多本末倒置嘅長輩，佢哋一生信奉為仔女鞠躬盡瘁，將仔女嘅人生當成自己嘅責任，將後輩嘅壓力當成自己嘅負擔，成世人活在操勞同妥協入面，唯獨從來冇為自己活過一日。今日我就同大家講透晚年養老嘅核心智慧，亦係我觀察港澳家庭幾十年總結出嘅真話。晚年真正舒心安穩嘅老人家，絕對唔會幫仔女做呢4件傻事。越係識得唔插手、唔包攬、唔妥協，晚年嘅日子就越輕鬆、越富貴、越安穩。大家可以先在評論區打2個字，收手提醒自己，人到晚年該放低嘅執念，一定要及時放低。首先第一件事，晚年絕對唔會幫仔女嘅經濟冇底洞，埋單唔會無休止、無底線咁幫仔女還債、補貼家用、供養佢哋一世。呢個係香港絕大多數長輩最容易犯，亦最毀自己晚年嘅一個毛病。我喺香港生活大半世，行撚九龍、新界、港島嘅大街小巷，接觸過無數老街坊、老朋友，發現一個好普遍嘅現象：好多香港老人家對自己極度慳懶，甚至可以話係刻薄住嘅係幾十年個舊唐樓，唔捨得翻新裝修，日常3餐粗茶淡飯，唔捨得食餐好嘅。穿衣用到能慳就慳，一世勤悧節約，儲落嘅每一分錢都係後生嗰陣起早摸黑辛苦打拼換翻嚟嘅血汗錢。但係就係咁對自己極其論罵嘅長輩，面對仔女嘅經濟需求，竟然毫無底線，毫無原則。仔女供樓壓力大，二話不說就攞出畢生積蓄去補貼。仔女狀元失敗欠落外債，即刻掏空養老本幫手還債。仔女日常消費大是大腳入不敷支，每個月仲要定時定候補貼生活費。就算仔女已經30-40歲，早就成年獨立成家立業，老人家依然放唔低心，心甘情願為仔女嘅經濟缺口埋單。好多香港父母成日講一句說話，都係為咗細路，做父母就應該為仔女孭晒上身。但我想講，呢啲根本唔係疼愛，而係最大嘅胡塗，係親手毀掉自己嘅晚年，亦親手慣壞自己嘅仔女。我見過太多香港家庭上演住一模一樣嘅悲劇，有好多60-70歲嘅老街坊打拼一世，本以為手頭有積蓄有物業，晚年可以衣食無憂安享清福，結果為咗幫仔女供樓、幫仔女還債、幫仔女補貼生活，短短幾年時間就掏空晒畢生積蓄，甚至變賣咗自己嘅養老物業。到咗最後，仔女嘅日子過得光鮮亮麗，換咗新樓換咗新車，都係而辛苦咗一世嘅老人家，手頭1蚊閒錢都冇。晚年生病睇醫生，日常養老開銷全部都要睇仔女面色，伸手問人攞錢處處受限，一世嘅尊嚴同底氣全部俾自己嘅無底線付出消耗晒。我成日同身邊老友講，人老咗之後乜嘢最珍貴？唔係仔女嘅一句讚賞，唔係家人嘅一時和睦，而係手頭有餘錢，身上冇病痛，身體健康，手裏有錢。呢2樣嘢係晚年任何人都搶唔走，任何人都攞捏唔到嘅最大底氣。人到晚年，你嘅錢唔係多餘嘅資產，係你嘅救命錢、尊嚴錢、自由錢，手頭有積蓄。你病咗唔使求人，養老唔使睇人面色，想去飲茶，想去旅行，想買啲中意嘅嘢，都可以隨心所欲，唔使遷就，任何人討好任何人。但係一旦你將所有錢財都攞去幫仔女嘅經濟冇底洞，埋單自己兩手空空，晚年就只能被動依附喺人哋身上，再冇半點自由同尊嚴。好多長輩成日擔心仔女壓力太大，香港樓市高昂，生活成本極高，後生仔女打拼確實唔容易，呢一點我比邊個都清楚。但我想同各位長輩講，
後生有後生嘅人生壓力，成年人本就應該為自己嘅生活埋單。供樓嘅壓力、生活嘅開銷、重用嘅風險，都係仔女成年之後必須經歷嘅人生歷練。你作為父母可以心疼，但絕對唔可以全盤包攬，鐵底孭晒上身。你越係冇底線咁幫仔女解決晒所有經濟難題，仔女就越冇抗壓能力、奮鬥動力。一世俾父母孭晒嘅細路，永遠學唔識獨立，永遠唔識珍惜生活嘅得嚟不易。佢哋會慢慢習慣你嘅付出，默認你嘅犧牲係理所當然。久而久之，唔單止唔會感恩你嘅幫手，一旦你冇力再補貼，反而會心生怨言，心生不滿。我呢一生對待錢財、對待後輩嘅態度，向來通透清醒。我晚年都會幫扶身邊嘅晚輩，亦會適當接濟後輩，但我永遠有自己嘅底線同尺度。我散盡部分家財，從來唔係無休止咁補貼仔女嘅日常開銷，填補仔女嘅懶惰缺口，而係用嚟善待自己，享受人生眼，用嚟體驗世間美食，遊歷山河風光，將前半生為事業、為生活奔波。提欠咗自己嘅美好一點點，彌補翻嚟真正高級嘅疼愛，從來唔係幫仔女掃清所有風雨，為佢哋鋪好一世嘅平坦路，而係適度放手，等佢哋自己經歷風雨，自己承擔責任，自己成長。睇遍父母適當嘅狠心，先係仔女最好嘅成長。養分父母適度嘅留白，先係家庭最長久嘅和睦。守住自己嘅養老錢，從來唔係自私，而係晚年最高級、最清醒嘅生存智慧。喺呢度，我想問下熒幕前嘅各位朋友，你哋身邊有冇咁樣無私付出嘅長輩？可以喺評論區打一句，守住家底共勉，等更多晚年操勞嘅老人家睇到呢個道理。第二件事，晚年絕對唔會包攬仔女嘅家務同育兒難事，堅決唔做仔女嘅免費全職保姆。熟悉香港生活嘅人都知道，香港嘅生活節奏冠絕全球，職場壓力大，工作時間長，後生夫婦大多數早出晚歸，奔波忙碌，日頭忙住返工打拼，夜晚疲懶不堪，根本冇多餘嘅精力打理家務照顧小朋友。亦都係因為咁嘅社會現狀，絕大多數香港退休長輩都會主動孭起仔女嘅家庭難事，心甘情願做仔女嘅免費保姆。好多長輩退休之後，本該開啟屬於自己嘅黃金晚年，唔使返工，唔使打拼，有大把空閒時間，可以約埋老友去茶樓飲茶，去郊外行山，去市集閒逛，去周邊旅行，好好享受輕鬆自在嘅退休生活。但就係因為心疼仔女忙碌，唔忍心睇住後輩咁辛苦，就主動包攬咗面口孫做家務、買餸煮飯、打掃衛生、照顧後輩起居嘅所有能事。睇落好似一家人互幫互助，談家和睦，實際上係逐啲耗盡自己嘅晚年時光，透支自己嘅身體健康。我識唔少香港老街坊，退休前精神抖得，體態硬朗，每日過得充實自在。自從全職幫仔女搣漏蟲仔顧家之後，日復一日起早摸黑，每日圍住灶台手朋友友，家務氹氹轉，全年無休冇假期，日復一日嘅操勞，令佢哋慢慢落下一身病痛，腰地背痛，睡眠不足，身心俱疲。曾經嘅愛好全部蕩之，曾經嘅老友漸定，疏遠一世辛苦換嚟嘅退休自由，徹底俾家庭臨時消磨殆盡。最令人委屈同寒心嘅係，就算你全年無休，盡心盡力幫仔女打理好一切，都好難換到真心嘅感恩同珍惜。家務做得井井有條，小朋友照顧得細緻周到，係老人家理所當然嘅本分。一旦稍為疏忽，稍為有差錯，小朋友跌親、喊扭、飯菜唔啱口味，屋企稍為凌亂，即刻就會俾仔女挑剔指責，嫌你做事唔細心，面口仔唔用心，操勞半生，委屈滿心，最後落得費力不討，好女愛不是人嘅下場。咁多年睇遍萬千家庭，我始終堅守一個理念：人到晚年，日子係用嚟享受嘅，絕對唔係用嚟還債嘅。好多長輩一世人都有一個誤區，以為仔女成家立業，自己嘅責任仲未完，仲要繼續為後輩嘅家庭孭晒上身，操勞都盡，先算盡到父母嘅本分。但實際上，仔女成年結婚，
組建屬於自己嘅小家庭之後，佢哋嘅家務難事育兒責任，家庭經營就全部係佢哋自己嘅人生責任。同年邁嘅父母再冇本質關聯，父母可以心疼仔女辛苦，可以喺自己得閒身體允許嘅情況下，間中搭把手幫個忙，逢年過節幫手睇下細路，打理家務。呢個係情分，係親情嘅溫暖，但絕對唔可以全職包攬，全年無休，毫無底線咁犧牲自己嘅晚年生活，去為仔女嘅家庭打工操勞。我晚年獨居生活，過得簡單通透，自在彈脫，從來唔會刻意遷就後輩嘅生活節奏，更加唔會為咗後生犧牲自己嘅作息愛好同自由。我始終認為老人家最好嘅養老狀態就係養好自己嘅身體，管好自己嘅心情，過好自己嘅生活。你身體健康，心態開朗，活得舒心自在，唔使仔女操心掛念，唔使仔女照顧伺候，呢個就係俾仔女最好嘅福氣，最大嘅幫忙。反之，如果你終日操勞，身心俱疲，積勞成疾，唔單止自己晚年毫無質量可言，仲會拖累仔女分心照顧，反而成為仔女嘅負擔。更重要嘅係，長輩過度包攬家庭流事，全權接手育兒責任，睇落係幫仔女減負，實質係剝奪咗仔女成長嘅機會，慢慢令佢哋喪失家庭責任感，喪失擔當意識，長期被父母包辦一切嘅後生夫婦，永遠學唔識經營家庭，永遠唔識做人父母嘅責任，只會習慣性依賴長輩，習慣性推卸責任，等到老一輩徹底老去冇力操勞，成個家庭就會瞬間陷入混亂同矛盾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得不償失。所以各位晚年嘅朋友一定要記住，你嘅晚年只有一次，千祈唔好攞嚟無休止透之奉獻，放低手頭嘅能事，放過辛苦嘅自己，將家務同育兒嘅責任還返俾仔女。你少操勞一啲身體，就健康一啲，心情就舒暢一啲，家庭矛盾都會少一大半。認同呢個道理嘅朋友，不妨喺評論區打3個字，咪操勞，提醒自己放低執念，善待自己。第3件事，晚年絕對唔插手仔女嘅婚姻工作，人生選擇唔強行干涉，唔強勢掌控。香港老一輩嘅長輩大多思想傳統，閱歷厚重，一世人腳踏實地打拼，食過好多苦，行過好多冤枉路，積累咗豐富嘅人生經驗。亦都因為咁，好多老人家都會有一個固有心態，就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，我嘅人生閱歷更豐富，我嘅判斷更準確，仔女年紀輕閱歷淺，諗法幼稚，容易行彎路行錯路，所以我要幫佢哋揸主意，幫佢哋選擇，幫佢哋規避風險。於是好多長輩退休之後冇事可做，就將所有嘅精力同心機都放喺管控仔女嘅人生上。仔女拍拖揾伴侶，要層層干涉，百般挑剔，按照自己嘅標準強行干預。仔女額業跳槽，創業發展，要強行指點，過度干預，否定仔女嘅選擇，灌輸自己嘅諗法，甚至仔女嘅生活方式、消費習慣、社交圈子，都要事事管控，樣樣插手。好多長輩一世人勤勤眼，冇壞心思，所有嘅干涉同管控出發點都係為咗仔女好，都係希望仔女人生順遂，少行冤枉路。但我見過太多家庭嘅矛盾，親子嘅隔柴眼，親情嘅疏遠，全部都源於長輩過度嘅干涉同掌控。父母苦心灌輸，強勢安排，強行規劃人生，仔女年青氣盛，思想獨立，向往自由，唔願意被長輩束縛管控。久而久之，父母覺得仔女唔識感恩，唔聽勸告，任性叛逆。仔女覺得父母思想陳舊，管控欲強，促使自己，雙方互不理解，互不體，爭吵不斷，矛盾水生。原本最親密嘅親子關係慢慢變得僵硬，疏離，冇計好傾，甚至好多家庭鬧到關係破裂，漸行漸遠，一世嘅親情最後毀喺過度干涉裏面。呢個係香港無數家庭嘅通病，亦係最令人惋惜嘅人間遺憾。我活咗80幾年，睇過無數人嘅人生軌跡，悟出一個最可數嘅真理：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人生軌跡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福報同劫難，每個人嘅人生道路都只能自己行，任何人都冇辦法替代仔女嘅人生。
終究係屬於佢哋自己嘅，唔係父母嘅續集，更加唔係長輩嘅附屬品。佢哋嘅婚戀選擇、職業道路、生活方式、人生取捨，無論對錯，無論好壞，都係佢哋人生必須經歷嘅閱歷。一帆風順係福氣，坎坷波折係成長，酸甜苦辣、悲歡離合，都係佢哋人生嘅必修課。作為長輩，你可以憑藉自己嘅人生閱歷，俾仔女善意嘅建議、客觀嘅提醒，話俾佢哋知，你行過嘅彎路、見過嘅風險，盡到為人父母嘅本分同心意。但係千祈唔好強行干預強勢，揸主意逼仔女按照你嘅意願生活，更加唔好用親情眼界、用道德約束，強迫仔女妥協讓步。我呢一生隨性通透，待人寬容，對待身邊嘅晚輩、年輕後輩，從來唔會強行掌控佢哋嘅人生。我從唔覺得自己嘅人生經驗可以照搬俾所有人，亦從唔認為自己嘅選擇就係絕對正確。時代變緊，環境變緊，社會喺度發展，老一輩嘅生存經驗適配嘅係過好嘅硬苦歲月，未必適配當下年輕人嘅生活節奏。年輕人有年輕人嘅眼界，年輕人有年輕人嘅追求，年輕人有年輕人嘅活法。我哋可以不認同，但一定要學識尊重。真正通透嘅親情，從來唔係掌控同捆銀，而係識得分寸，守住邊界，學識尊重。人與人之間，就算係至親骨肉，都需要距離感同分寸感。少啲干涉就少啲矛盾，少啲管控就少啲隔尺，少啲指責就多啲和睦。人到晚年最聰明嘅活法就係管好自己，少管閒事，放低對仔女嘅執念同掌控欲，唔再糾結仔女嘅選擇對錯，唔再操心仔女嘅人生走向，做好自己安度餘生，既係放過仔女，亦係放過自己。好多老人家晚年心攰煩躁，鬱不不樂，歸根究底就係管得太多，操心太滿。你越係事事插手，人生越唔自由，越係強行掌控，親情越疏離。學識放手，學識包容，學識尊重，親子關係會越嚟越和睦，你嘅晚年生活亦會越嚟越清閒自在。睇到呢度，大家可以喺評論區打2個字：分寸。記住，親子相處嘅最高智慧就係守住邊界，互不消耗。第4件事，晚年絕對唔會為咗仔女委屈自己，犧牲自己嘅晚年喜好同生活。呢個係所有香港長輩最易中招、最令人心疼嘅毛病，亦係無數老人家晚年過得委屈辛苦嘅核心根源。大部分老一輩香港人一世人都係為別人而活，從來冇為自己活過一日。後生嗰陣為咗生計奔波，為咗家庭打拼，為咗養育仔女任勞任怨，唔敢休息，唔敢偷眼，唔敢享樂，將所有嘅時間、精力、金錢全部奉獻俾家庭同仔女，犧牲咗自己嘅愛好，耽置咗自己嘅夢想，委屈咗自己嘅喜怒哀樂。本以為捱過半生辛苦，仔女長大成人，成家立業，自己退休之後，終於可以卸低所有責任，好好為自己活一次。但偏偏好多長輩到老咗，已經改唔到犧牲自我嘅習慣，人習慣性為仔女妥協，為後輩委屈自己有好食嘅，第一時間留俾仔女孫輩，自己隨便將就有好用嘅，優先留俾家人，自己求其用。想去旅行，想培養愛，好想享受生活，一諗到要使錢要麻煩仔女，就即刻打消念頭，一世慳慳委屈忍人，一世遷就家人討好仔女，將所有嘅溫柔同付出都俾晒別人，將所有嘅辛苦同委屈都留俾自己。我成日同香港嘅一班老友傾偈，我話人呢一生一定要分清楚前後半生嘅意義。前半生係責任，係擔當，係打拼，係付出，為咗家人，為咗生活，為咗立足社會，我哋必須努力奮鬥，負重前行，呢個係成年人嘅本分。但後半生，尤其係退休之後嘅晚年人生，完完全全係屬於自己嘅，係用嚟享受，用嚟自擾，用嚟彌補前半生遺憾嘅。我今年80幾歲，依然活得心談通透，自由自在。我唔會為咗任何人委屈自己，唔會為咗家人妥協自己嘅喜好。想食美食就去品膩，想睇山河就去遊歷，中意嘅物件願意入手，閒暇時光飲茶讀書，修身養心。
將晚年嘅每一日都活得舒展緊致意，充實自在。好多人問我蔡瑞，你點解晚年活得咁輕鬆咁快樂？其實冇乜秘訣，無非就係我識得人老咗，最該對得住嘅人係自己，該優先善待嘅人亦係自己。但現實中太多老人家到老都活翻轉咗成世人，盯住仔女嘅生活糾結，仔女嘅貧富，掛住仔女嘅得失，終日憂心忡忡，思慮過度，唯獨忽略咗自己嘅心情、自己嘅健康、自己嘅快樂。佢哋總覺得仔女過得好，自己就開心；仔女過得順遂，自己就安心。但一世委屈自我換翻嚟嘅家庭和睦，從來都唔係真正嘅幸福，而係自我消耗嘅內耗。你習慣性委屈自己，家人就會習慣性忽略你嘅感受；你習慣性犧牲自己，仔女就會習慣性理所。當然久而久之，你積契咗一世嘅委屈同怨氣，心態越嚟越差，心情越嚟越壓抑，身體亦會跟住越嚟越差。我活過大半世，走過世界各地，見過無數人生喜樂，總結出一句最通透、最真實嘅養老感悟：晚年最好嘅風水就係取悅自己。人到晚年真係冇必要再去討好任何人，遷就任何人，唔使因為仔女嘅喜好改變自己嘅生活，唔使因為家人嘅眼光委屈自己嘅本心，唔使過度焦慮後輩嘅生活能事，唔使過度糾結家庭嘅細枝末節。想食地道嘅港式茶點，就約埋老友去茶樓靜坐閒談；中意山野清風，就多啲去郊外散步行山，偏愛安靜閒適。就喺屋企讀書品茶，修身養性，想開闊眼界，就出去行下遊歷山河。晚年最頂級嘅養生就係心態舒展，心情愉悅，好好愛自己，好好善待自己。你將自己活得舒心豁達，陽光通透，你嘅氣場、你嘅狀態、你嘅心境會潛移默化，影響成個家庭、家人和順，家庭安穩，日子紅火。反之，如果你一世委屈自己，壓抑自己，消耗自己，終日愁眉苦臉，心事重重，屋企嘅氛圍都會壓抑沉悶，家人亦會跟住心生疲懶。晚年嘅幸福從來唔係建立喺仔女嘅幸福之上，而係源於自我嘅圓滿。你嘅快樂唔需要別人成全，你嘅安穩唔需要別人給予，你嘅餘生完全可以自己掌控。講到呢度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深有感觸，一世人為家人操勞，確實虧欠自己太多。大家可以在評論區打4個字：取悅自己。由呢一刻開始放低執念，好好善待餘生嘅自己。其實講到底，人到晚年舒心安穩嘅核心秘密，從來唔係拼命付出、無底線奉獻、無休止幫襯仔女，而係識得之進退、守邊界、識取捨愛自己。真正通透嘅養老智慧就係做好4不：唔幫仔女嘅經濟冇底董埋單，守住自己嘅養老底氣；唔包攬仔女嘅家務育兒倫事，守住自己嘅晚年自由；唔干涉仔女嘅人生選擇，守住親情嘅分寸邊界；唔委屈自己嘅生活喜好，守住自己嘅人生快樂。呢4件睇落好似係不作為嘅小事，恰恰係晚年最頂級嘅生存智慧，係無數港澳通透老人安享晚年嘅核心秘密。為人父母，前半生盡責付出，養家護人係本分；後半生抽身而退，安度餘生善待自己係智慧。長輩活得身體健康，心態通透，手頭寬裕，日子舒心，就係一個家庭最大嘅福氣，最好嘅風水。真正嘅天倫之樂，從來唔係一方冇盡犧牲，一方理所當然嘅消耗，而係家人之間各自安好，彼此體憐，互相尊重，雙向溫暖。父母安享晚年，子女獨立成長，親情鬆弛有道，家庭和睦長久，呢個先至係晚年最好嘅生活狀態。今日呢番肺腑之言，係我80幾年人生閱歷嘅沉澱，係睇盡港澳家庭百態嘅真心總結。冇雞湯，冇虛言，每一句都係過嚟人最真實、最通透嘅感悟。希望能夠帶俾熒幕前嘅每一位朋友啟發，少行冤枉路，讀懂晚年嘅活法，活出屬於自己嘅舒心人生。如果你認同我今日分享嘅養老智慧，覺得呢段內容對你嘅家人有所幫助，有所啟發，麻煩大家點讚、收藏、轉發，
將呢段通透嘅人生道理分享俾身邊正在操勞、委屈緊自己嘅長輩親友等更多老人家讀懂晚年嘅通透活法，擺脫內耗，安享餘生。同時亦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多多交流互動，傾下你心中最舒心嘅晚年活法，亦可以講下你見過最通透、最自在嘅老人家係點樣嘅。我哋一齊交流學習，一齊解鎖輕鬆快樂嘅晚年生活。我係蔡純，專注分享最通透嘅人生閱歷、最實用嘅生活智慧、最真實嘅養老心得。鍾意我嘅內容，記得點點關注，唔好錯過每一期走心乾貨。下期繼續同大家深度傾人生、傾生活、傾通透自在嘅人間活法。願每一位長輩都能放低執念，善待自己，餘生清閒，歲歲舒心，事事順遂。